有青年團體表示，本澳產業結構單一，加上博彩業嘅蓬勃發展，令青年價值觀同現實勞動市場脫節。早前有博彩公司大量裁員嘅事件，無疑係提醒青年要認清自己嘅就業取向，並了解到博彩業嘅職位並唔係鐵飯碗。有青年團體認為，澳門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勞動市場暢旺，同時亦令青年嘅價值觀改變，與現實嘅勞動市場脫節，令佢哋嘅就業穩定性偏低。而且學非所用以及做非所願嘅情況普遍。咁本澳嘅嗰個產業嘅結構好單一，令到唔少嘅青年人、學生青年人喺揾工作嘅時候揾唔到學以致用嘅工作，但係喺經驗同埋金錢唔足以自行創業嘅時候呢，就唯有轉投其他唔對稱或者冇興趣嘅行業㗎。由於近年經濟持續向好，職位充足，部分青年更加傾向投身比一般職位高薪嘅博彩業。但早前有博彩公司大量裁員嘅事件，正好俾青年一個警號，認清自己嘅就業取向，並要不斷提升競爭能力。使佢哋了解到話博彩業係咪真正係適合到佢哋俾佢哋俾一個警醒嘅作用啦。另外咧無論點都好啦。佢哋再繼續喺博彩業發展，或者係另外一個行業發展，我自己認為咧，佢哋應該咧係不斷咁增值自己啦，不斷去培訓自己為咗令青年了解本澳不同行業嘅入職要求，幫助青年就業，以及為企業尋找人才，新青協同學聯將喺星期一喺旅遊活動中心舉行青年就業招聘會。邀請咗包括博彩旅遊、酒店金融以及飲食零售等30間企業，提供200幾個工種，約1200個職位空缺。同時亦會為求職者以及參與嘅企業進行問卷調查，更深入了解本澳嘅就業市場發展。